世界首富馬斯克同埋美國總統特朗普呢兩位曾經 friend 過唔 friend 嘅老友，商業上、政治上佢哋都係盟友，依家親兄弟反目成仇，公開指責批評對方。媒體一旦公開呢一場世紀罵戰，Tesla 嘅股價一日之內應聲下跌17%。發仔第一時間喺免費公開嘅 TG Group 提大家，為呢一個好消息啊！因為真係益街坊啊，又俾大家喺低位撈貨。入 Group Link 呢，我已經放咗喺描述欄同埋討論區㗎啦。呢一條片呢，就會分享我對 Tesla 嘅入市位同埋投資策略，同埋最重要就係我哋宏觀睇一睇美國大盤嘅走勢。如果我依家入到貨，我唔賺返1倍，都至少賺70%先開始止賺離場啦。大家好，我係發仔，主要分享值博率高嘅美股。我會當優質美股係一個長期合作夥伴。呢一個思維令到我喺投資嘅時候可以安心瞓覺，慢慢享受財富增值。嚟到今日主題，兩位最具影響力嘅男人上演一場口水戰啊！首先就係 Elon Musk 啦，公開批評特朗普個所謂大美麗法案 Big Beautiful Bill 醜到令人作嘔。侵認為呢一個法案會令到美國再次偉大。馬斯克呢個行為無疑就係喺公開場合冚咗特朗普一巴，好唔留情面咁樣去批評呢個法案，因為呢一條法案喺10年內減稅4萬億美元，再削減1.5萬億美元嘅開支。減稅嘅對象最主要係最賺錢嘅企業同埋有錢佬，將之前有錢佬嘅減稅措施永遠延長。如果我係有錢佬啊，都會擔心一樣嘢，就係如果我去到美國之後，你會唔會用減稅政策引咗我去投資啦？等到我真係落地生根，用咗好多錢投資嘅時候，你再大幅加我稅㗎，咁我到時咪真係肉隨砧板上走唔到咯，即係割鳩我韭菜咯。嗱，侵都話唔使擔心。幫你諗埋，將對有錢佬嘅減稅措施永久延長，避免富人未來要加稅啊！咁至於削減開支呢，就喺小市民嘅福利着手，包括醫療、保健、教育、潔淨能源等等，關係到好多民生嘅項目㗎。而且強制低保嘅人民必須要有工作，才能夠有資格申領醫療保險。即係話攞緊失業救濟金嘅人就冇資格咯，咁預計有幾百萬人都失去醫保㗎啦。阿馬斯克喺旁邊聽住啊，即刻呢就怒火中燒啊，直言你呢個法案呢係令人作嘔啊，因為佢係一個劫貧濟富嘅鬧劇，佢係完全偏袒最有錢嗰1% 嘅人或者企業，用中產同埋窮人嘅錢去補貼佢哋。嗱，據分析啦，年收入100萬美元嘅人可以減免7萬蚊嘅稅，但係年收入不多於5萬蚊嘅美國人，只係可以減免幾百蚊，而醫保嘅支出削減就超過6000億，最大嘅受害者就係連醫藥費都俾唔起嘅低收入人群，當中有50萬人都係小朋友嚟嘅，佢哋病咗都未必有能力去睇醫生。其次，馬斯克批評特朗普嘅原因就係因為呢個法案令到未來10年至少增加2.5萬億嘅美元支出，相當於美國1年 GDP 嘅10%。因為 Elon Musk 曾經擔任過美國效率部 Doge 嘅負責人，即係呢頭你叫我削減開支，呢頭你又搞場大龍鳳增加聯邦赤字，令到 Doge 嘅多個月努力一夜清零。佢哋係一路嗌交嗌到依家禮拜日、禮拜一都未嗌完啦。咁我睇完呢一單新聞之後，其實大家最想知道嘅應該係點樣影響到美股呢？咁發仔即刻講個結論先，4隻字講完，美股如戲。如果你能夠將一單新聞當係一場戲去睇呢，咁美國投資就簡單得多。你投資完美股亦都可以安心搞豬。4月份特朗普關稅戰，美股閃崩20%，兩個幾月前啫嘛，好多人將關稅嘅危害放大，甚至乎會話造成百年一遇嘅經濟蕭條。結果2日之後，今日嘅美股已經差唔多去到之前嘅高位啦。發仔亦都好好彩喺別人恐慌嘅時候，清醒地買咗少少減價美股，包括 SPY。其實我當時買嘅時候係唔會知道佢會跌到幾深㗎。淨係佢會倒升㗎，但我會知道，只要我哋放長雙眼去睇，美股係好大機會繼續破頂㗎嘛。至少呢100年以來，機率都仲係99% 嘅喎，未做到100% 係因為今次嘅股災
見底之後仲未破頂，所以當住99% 先。嗱，一場咁高勝率嘅遊戲，你知我知，大家都知，冇理由唔玩啩。所以發仔嘅免費 TG Group 第一時間就同大家分享嘅第一隻股票啊，就係追蹤美國大盤嘅 SPY。咁啊，老友都好俾面啦，都冇笑發仔戇鳩啊，因為分享一隻大家都識嘅 ETF 好似冇咩特色咁啦。嗱，不過你識唔代表你係會行動噶嘛，咁所以發仔先要提醒大家趁低位快啲入貨啦。美股投資其實戇鳩鳩賺下錢唔好咩？你只係需要跟一啲好基本嘅 rules 啦，投資規則去做，賺到錢應該係一啲好 basic 嘅事嚟噶噃。咁我嘅投資大方向好簡單嘅啫 ，set 一個你承受到嘅 budget。分住買入優質股，等時間做你嘅朋友，你就自然可以安心瞓覺兼賺到少少錢㗎啦。而家影片描述欄同埋評論區都有條 link 啊，俾大家免費加入 TG Group for 2025年股災儲貨嘅。咁如果你同發仔一樣都係長期投資者，希望輕鬆獲得長期嘅財富增值，趁條 link 仲有效嘅時候，你就快啲加入啦。咁今次發仔對 Tesla 點樣睇呢？其實好簡單嘅啫，幾個月前已經出咗片講咗㗎啦。245蚊呢就會買第一注 Tesla， 咁之後大約200蚊左右就會買第二注，如此類推，繼續越低就越買。最重要你係用一個你承受得起嘅注碼去試玩 Tesla 就 OK 㗎啦。作為一個長期投資者呢，你唔需要話今次又要 set 多次買入價賣出㗎。因為你花越少嘅時間去睇新聞、去分析圖表，甚至乎一個策略都可以重複使用嘅話，係賺得最多嘅。收入越被動先至係我哋追求嘅主菜，因為除咗錢之外，我哋仲想得到人生最寶貴嘅一樣嘢，自由嘛，係咪？至於你可能會問發仔點樣 set 一個買入價，其實好簡單，因為股票投資賺錢就係低買高賣，見低你咪買咯。咁245蚊正正就係 Tesla 從歷史高位減價一半，預咗佢會再跌深少少嘅，咁所以呢，發仔會分至少4注嘅資金去買佢。咁今日呢條片其實係想宏觀咁樣睇個大市啦，策略嘅操作其實唔係重點嚟嘅。不過如果你想知多啲，你都可以入 group 問下發仔嘅，因為每條片都有時間限制，咁我冇可能每次都要重複一次個策略嘅。嗱，咁我哋好宏觀咁樣睇一睇美國大盤，其實所謂嘅每次股災都係一個小型調整嘅啫。2025年嘅大龍鳳、世紀關稅戰、美麗大法案，你20年之後再睇，咪好似我哋依家睇返08年嘅金融海嘯咁咯。對美股嚟講係咪小菜一碟？2020年新冠疫情，我哋香港人被逼封城，唔打針唔戴口罩就係犯法。美國過億人受感染，醫療系統停頓。你依家5年後睇返，喺美股嘅長期上升趨勢嚟講，佢只係小菜一碟。所以 Tesla 跌一半係咪好可怕呢？如果你同發仔一樣都認為佢係優質股，喺一個長期上升趨勢入邊，佢嘅跌幅呢其實只係小菜一碟啫。如果你睇完今日呢一條片，可以跟到發仔邏輯，並且做到知行合一。Tesla 唔啱你口味，咁你咪揾下其他優質股咯，同佢哋長期合作，好可能今年嘅股災嘅意義唔再係令你驚啊，而係對你嘅財富增長有個新開始。如果你對揀優質股有任何嘅疑問，都可以入 group 問我嘅，因為一條片呢真係講唔晒所有嘅內容，而 TG group 呢可以用文字嘅形式對答，方便我亦都方便你。而且你嘅每一條問題都隨時對其他谷友有貢獻，因為其他谷友可能同你一樣面臨緊相同嘅問題。呢一個亦都係發仔開谷嘅意義所在，大家財富增值，共同成長啊！咁如果呢一條片係啱你口味，都可以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其他朋友仔睇下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